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中信国安。为什么要聊中信国安呢？实际上聊混改。什么是混改？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把纯粹的国企，也就是它经营不善或者是其他的安排，把它改成混合所有制，就是既有国企也有民企股东。目的呢是给国企注入一股活力，拿着国企的资源，也有民企在里面运作这样让这个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它的原本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这个混改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今天从中信国安讲起。讲中信国安呢，很多人大概不太清楚，但是应该很多人知道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北京国安，对吧？国安足球队。那这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吧，一直到2000几年，这个是10几年非常火的尤其在北京。那这个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它就是中信国安旗下的。今天这个财新网有一篇报道叫一次失败的混改，介绍的就是中信国安的混改。我们一直说叫一叶知秋，管中窥豹通过这个中信国安的混改，我们就知道现在混改是个什么样的局面，有什么样的后果，能不能达到当初的这种叫初衷。2025年8月中上旬以来，3场同根同源的仲裁在北京展开，其中一场的答辩人缺席，一场答辩人据理力争，另外一场尚未开庭，由此掀开了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与当年参与混改的民营股东之间多笔资金往来的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当初混改的时候这个很多民营企业进来的时候，他那个资金成了一个谜。等到中信国安现在要破产清算的时候，那破产管理人他就要追这些股东的出资款，从这儿捋起，所以捋出问题了，变成中信国安的破产管理人告这些民营企业股东，就是告他们的资金，要么就是虚假注资，要么就是抽逃资金，总之钱没有我们继续看这个中信国安是什么来历呢？那它的来头可不小这个中信国安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金融控股混业集团之一，中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而这个中信集团就不用说了吧，它是隶属财政部的中信集团那也是大名鼎鼎的。那中信国安就是中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这个中信国安前身实际上有很多在北京待的人应该知道，它就是最早的时候它是北京国安宾馆。1987年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出资150万成立了北京国安宾馆，时任总经理就是此后掌任中信国安近30年。这场混改的主角李世林。不过这个李世林2024年已经去世了，终年74岁。当年也就是10几年前中信集团要去香港上市，那作为中信集团的大股东财政部就要求中信集团3年内完成对中信国安等问题资产的处置，也就是把中信集团下面这些问题资产要剥离干净，要处置好。所以建议中信集团将中信国安从整体上市中剥离出来这才有了后面2012年中信集团对中信国安进行改制重组，就是所谓的混改。怎么混改呢？你看中信国安本来是100%的国有企业，中信国安于2014年3月宣布引入华泰汽车、广东中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森源、北京乾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万顺置业，一共是5家民营企业来参与混改。那这个华泰呢是持股19.76%，广东中鼎持股17.78%，森源持股是15.8%，北京这个乾荣持股15.8%，天津万顺持股9.88%。你看就这5家民营企业合计出资80个亿，持股中信国安80%，将近然后中信国安原来的100%的大股东叫中信集团，这时候就持股20.94%。你看有一个全资的这个国企变成一个国资，只占20.9%，剩下的将近80%有5家民营企业持股，这就叫混改。不过这个混改还没有多长时间，这个5家民营股东中有2家，一个是广东中鼎，一个是河南森源，他们就种种原因嘛，他
他不干了，不玩了，那怎么办呢？这2家民营企业的股权呢就被中信国安的关联企业承接，也就这2家民营企业又从中信国安的这个股东里面退出了。那现在啊就剩3家民营企业，那这3家中的2家，一家叫华泰汽车，一个叫北京乾隆，他们把自己的股权转让了。华泰汽车把他的股权转让给黑龙江鼎上，黑龙江鼎上，这个北京乾隆呢把他的股权转让给共和控股。所以你看啊，差不多第一批5个民营企业里面，一个有4个已经变了啊，就剩一个天津什么万顺还没变。纷繁复杂的股权变更背后的故事啊，那一定是更复杂。所以啊，2018年6月，审计署啊对这个中信国安进行审计以后啊，发布报告，直接批评中信集团，因为他们审计出了这个所谓的混改存在的种种问题。但是啊，有这个混改啊，它就像已经出发的列车一样，在一片轰隆声中啊，向着未知的方向飞驰，而且没有刹车，也就是它继续往前走。那这背后啊，这么多这个复杂的这种股权转让，实际上又涉及到明天系。这个明天系后来已经被查，这个咱就不说了啊。所以这个绕来绕去啊，这5家民营企业又逐渐从中信国安淡出。那么以李世林为首的管理层趁机取而代之，混改后的中信国安对外宣称无实际控制人股权架构，实际上就是管理层控制。你看啊，就是我们先不要管这中间发生了什么，结果就是本来它是一个100%的国企，对吧？老子是中信集团，爷爷是财政部，现在变成了一个管理层控制，也就是董事长控制。董事长控制，那不就变成董事长的企业了吗？所以你看啊，这就叫混改。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逐步往下看啊。也正因为有这个混改啊，引起了资金混乱，导致啊中信国安2019年暴雷，它的暴雷比恒大呀还早2年，拖了几年以后啊，2022年开始陷入破产重整，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100%的国企了，它没有实际控制人，变成一个爹不疼娘不爱，所以就是破产重整啊。这个在法院审理啊中信国安的破产重整它的这个计划草案的时候啊，最早参与股改的民企叫天津万顺，他坚持到了最后，对吧？其他的4家都已经不知道啊变来变去的复杂的股权转让了，只有这个天津万顺一直没有转让。那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天津万顺那是真心实意的是想参加混改吧，想参与这个天津国安的运营，错了。根据天津万顺自己称啊，他只是代持聚合股权投资基金，也简称聚合基金。他说我啊不是真实的那个股东，我只是替聚合基金代持。那这个聚合基金又是谁呢？聚合基金又是中信国安旗下的机构。你说这叫什么事？你以为是天津万顺自己掏钱成了这个中信国安的股东，其实不是的，他是代持。那代持的是聚合基金，聚合基金又是中信国安自己的机构，管理层拿中信国安的钱收购中信国安。所以这个法院呢破产重整，要求天津万顺你把钱掏出来。天津万顺很冤，他说我只是代持，当初5家企业80亿的股权款云里雾里的。这个财新网说事实上这3家民营企业支付的股权对价资金按不同比例都由中信国安直接或间接提供，并在日后通过民营股东股权质押的方式让入股资金回流。什么意思呢？就是中信国安出钱给这几家民营企业，我就举个例子吧，给这个天津万顺，对吧？给你20个亿，天津万顺再回头来收购中信国安的股权8%，然后呢，这个天津万顺再把他这8%的股权质押给银行，拿回来这个钱再还给这个叫中信国安。但是做账的时候怎么做呢？中信国安给天津万顺的这个钱呢，那你是以什么名义给他的呢？对吧？你记账怎么记呢？他就记成借款。那既然是借款，那就中信国安就跟天津万顺之间签个借款协议。既然是借款，那就得有利息。但你不能说我突然这个中信国安作为一家国企给一家民营企业借钱是无息的是吗？凭什么？所以你看，你给他借款，你有利息。好，天津万顺拿着钱去再收购中信国安的股权，收购完了之后把股权押给银行，然后再拿出钱出来，再回头再还给中信国安一般的就这么个操作思路谁掏钱了？没人掏钱。5家参与混改的企业实际上自己并没有出钱。我们看这个财新网怎么说他说这场混乱而失败的混改加速了中信国安自身的衰败，中信国安并未由此建立更加规范有效的治理架构。本来是国企和民企混合所有制，就是想让这个董事会让这个治理变得更加规范，就是这个企业不是一言堂，董事会就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对吧？就不是靠哪一个人一拍脑门就干什么。想法是好的，让民营企业参与到国企的
的运营呐。结果呢，并未由此建立更加规范有效的治理架构，甚至未能有效补充资本金。本来让民企进来，那他们投钱进来之后，他们有了股份，那这个国企它运营资金就多了，实力就更加壮大。实际上呢，这个国企1毛钱也没多。事后看，5家民营企业合计80亿元的注资，基本是中信国安主导的资金流进流出，流进流出之间，股权就发生变化，控制权最后变成中信国安的董事长。中信国安自有资本实际长期缺失，现金流依赖于高息融资滚动的野蛮生长，最终导致中信国安债台高筑，加速走向崩溃的结局。也就是这么混改，本来是要壮大中信国安的资本金的，结果你看啊，这资本金1分没多，反而还增加了好多这个比如说税啊，还有好多这个利息啊，这不就给这个中信国安叫火上浇油吗？难上加难。2023年破产重整书中，中信国安的负债总额达到1877亿元，普通债权的偿还率不到10%。中信集团出资1120亿元，重新把中信国安收了回来。这么整了一圈之后啊，破产重整的时候，中信集团再出资120亿，这个中信国安又变成中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了。2024年底，中信国安长期的话事人，也是这场管理层收购叫 MBO 的幕后主使人李世林患病去世。那么这个李世林的亲家啊，是中信集团分管法务工作的原副总裁赵景文。你看看，对吧？一个是在集团里面主管法务的副总裁，这是亲家啊，真正的亲上加亲。这个赵景文啊，在2019年2月被抓，而参与混改的股东并没有随破产到来，股权归零而脱身。这个大家都懂啊。那一个企业破产重整，那就要从根上查起，就查他的股东，你出资实不实？就你有没有你的这个股权款，比如说20亿，那20亿有没有到账？如果没有到账，你只到账10个亿，那你剩下的10个亿还补回来啊？这就是破产重整要做的事啊。如果你是20亿，你只到了1个亿，那你19个亿啊，老老实实掏出来就成为破产财产。如果你20亿都出了，那跟你就没关系了。所以这5家民营企业问题就出来了。在这个中信国安的账面上啊，参与混改的5家民营企业股东股权应收款应该是124亿元。这个124亿啊，又以债权的方式在中信国安复杂的资金流向中，就我刚才说的，这些民营企业实际上自己1毛钱没掏，这个钱都是中信国安给他们的，他们再变成股权款，只不过是在中信国安的账本上到底是继承应收账款还是借款等等，这不同而已。大家想象一下啊，那对这5家民营企业来说，如果你承认股权款已经出了啊，这是你掏的钱，那好了，你这边呢，你欠中信国安的借款跑不了。你这边说我跟这个中信国安借款那是假的，对吧？我借了钱最后又回给他了，我借款没有，那行了，你当初的混改的时候出资款股权款你没出，你掏出来。所以说啊，这5家参与混改的民企就陷入了法律诉讼之中。要么就是还有一个罪啊，就是你是出了这个出资款股权款，但是你后来也把它抽逃了，那更大，就抽逃出资，对吧？所以说就3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就没有出这个出资股权款，那你补上。你说我这个股权款我出了，那你就欠中信国安借款，这还有利息呢，掏。你说我也不欠这个中信国安的钱，好，那你就是抽逃叫资本金。总之啊，对这些5家民营企业来说，有一款啊等着你。近年来，中信国安破产管理人对李世林、中信国安原总经理罗宁以及其中3家民营企业黑龙江鼎上、天津万顺、共和控股的主要股东相继发起民事诉讼，败诉后又发起仲裁，意在为债权人追索相关权益。我要对自己的名声负责，不能背子虚乌有的债。中信国安的一家民营股东称啊，现在大家都在装模作样的找孩子，其实谁都心知肚明，混改时的这个孩子根本就不存在。那这个民营股东所说的孩子啊，即当下破产管理人在对多家民企股东追索时对中信国安的债权，源头就是混改时80亿元增资对应的借款安排，多年来连本带利滚到了124亿元。其中啊，这个共和控股自认做了中信国安管理层的马甲，代持相关股权，所有资金都来自中信国安管理层的安排，自己只是帮个忙卖个人情，并未从中信国安取得任何实际利益，为何变成了被追讨股东抽逃出资21亿元的背债人？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80亿这个出资款后来变成借款，后来滚到了124亿，因为加上利息啊，是不是已经觉得够多的？实际上
现错了啊，这个80亿还是对中信国安这个资产极大缩水之后的。这个财经网还有详细的描述，咱就不细说了啊。就是中信国安到底值多少钱？它混改的时候，它是按100亿的估值来算的。所以说你看啊，这5家民企取得了80%的股权，那你就掏80亿，这就是咱们简单理解啊。实际上呢，这中信国安的资产恐怕值1000亿，1000亿80%多少？那是800亿。你这5家民营企业掏800亿，但是只用掏80亿，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会落到这5家企业头上？为什么中信国安对吧？它会被这个低估？实际上就是便于这个内部人呢上下其手，也就是说这5家民营企业都是他们找来的壳代持的，那他当然把这估值估得越低越好啊。只是怎么评估资产，怎么把它资产评到最低，这个咱就不用再仔细去了解这些事情啊。改制数年后，2021年3月3日，上市公司中信国安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被查出业绩严重造假，且时间跨度涵盖在混改之前数年，侧面暴露估值水分。2009年至2014年间，中信国安连续6年财务数据造假，深交所对中信国安及时任董事长李世林等高管给予公开谴责。2021年11月29日，中信国安在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中披露，在中信国安被证监会查出业绩造假后，曾遭股东黑龙江鼎善起诉，认为中信国安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存在证券虚假陈述，且公司属于中信国安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导致中信国安2012年审计报告中的财务数据虚假，影响黑龙江鼎善在入股中信国安时投资判断，造成其投资损失。这场诉讼终以法院出面调解，黑龙江鼎善撤诉收尾。虽然资产质量不佳，但中信国安超强的融资能力仍是亮点，市场机构一时趋之若鹜。中信国安在混改之初，从市场上引入了财务顾问，为李世林制定了全盘方案，并支付了过亿元的财务咨询费用。你看看啊，财务顾问赚了1个亿。混改方案由彼时的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孔林山牵头，负责寻找资金和设计方案细节。最初的混改方案中，他设计引入了明天系，想控制中信国安。在股权设计上，中信集团认为第一大股东，明天系安排的实业资本、华泰汽车和北京运通汽车作为同属一个实际控制人，第二、第三大控股股东。实际上就是最初的混改方案，咱们刚才说了，他是准备引入明天系，然后明天系呢分成5个身份进去，或者4个身份。你单独看啊，每一家股份都不超过20%，对吧？只有几、10%几。但是把这4家如果穿透下去，实际上他是一个老板，把这4家股权加到一起，那他超过了40%或者50%，实现对中信国安的控股。中信国安第一大股东虽然还是中信集团，但是你也只有20%的股份。当初设计的方案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明天系对吧，垮台了，然后作为管理层就是李世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自己把那5家公司股权接过来，自己变成大股东，管理层变成大股东。这个财经网也是这么说的他说，然而计划不如变化，运通集团未能直接现身入混改股东名单中。到2014年6月12日，华泰汽车退出，黑龙江鼎善受让了华泰汽车持有的19.76%的股权，对价20亿元，成为新股东。黑龙江鼎善注册资本只有5000万元成立于2008年，表面的法定代表人为曹立春。接近这次混改的知情人士透露，黑龙江鼎善出资的20亿元中有15亿元的自有资金来自运通集团的2家 4S 店和1家房地产公司的转账，也就是这个黑龙江你想买这个中信国安的这个19.76%的股权，你钱呢？他说我自有资金15个亿，然后我再融资5个亿，不就是20个亿吗？他的自有资金15亿也不是他自己的，来自运通。运通不就是跟这个明天系千丝万缕的关系吗？还有1家房地产公司的转账。黑龙江剩下的5个亿钱从哪儿来的呢？是哈尔滨银行贷款。那这哈尔滨银行又是谁的呢？哈尔滨银行大股东又是明天系控制的。所以你看这资金这么乱，实际上就是刚
刚开始是明天系在后面操盘，为了凑齐20亿元出资，运通集团还向哈尔滨银行支付了1个多亿的资金利息，为此耿耿于怀许久。接近股改的知情人士说从最初意欲控股中信国安到最终相关方持股不到20%，第一波进取者的退缩，对应的是中信国安管理层的大力进取。什么意思啊？就是中信国安的管理层看到机会了，第一波呢5个就是明天系操控的这个民营企业停步不前种种原因混改后5家民企中的4家在3个月到1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股权转让。除了华泰汽车，最早出局的是各有深厚背景的河南森源、广东中鼎。那承接方就是有2个基金，一个叫瑞意基金，一个叫和盛源自管公司。而这2家公司背后，除了中信国安自己的高管，还闪现了不少财经界名人身影。我给翻译一下也就是这2个接盘的资金实际上是中信国安的高管牵头搞的这么2个机构。就你理解成这2个接盘的这个基金和这个自管公司它背后还是中信国安的高管控制就完了。谁导演了这场 NBO 就是管理层收购。中信国安的灵魂人物李世林出生于1950年，河北香河人。2024年12月，李世林去世，时年74岁。混改之初，中信国安管理层就向股东承诺3年就能收回本金，到时候溢价1.3倍退出，就是说至少可以获得30%的收益，还不包括持股期间的利润分配。另外，中信国安管理层还承诺与股东合作，就是投资或是收购他们项目，或是采购他们的设备。混改完成后不久，中信国安迅速经历了第一次风波。由于没有立即获得承诺的利益，广东中鼎和河南森源立即发难，意图联合其他3家股东发起动议，罢免李世林和总裁罗宁。知情人士透露，由于消息泄露，此次行动未果，导致这2家公司退出。据一位接近中信国安的人士回忆，当时李世林看到矛盾已经公开化，继续留着2家股东只会添乱，这2家也得罪不起，索性同意其退出。当时未做审计评估，就以每股净资产 1.6 元打8折，约每股 1.3亿元的价格溢价回购了他们的股份。扣除入股后曾将股权质押给中信国安获取资金支付的 6% 至 11% 的利息成本后，河南森源原出资额16亿元，转让价 20.96 亿元；广东中鼎原出资额18亿元，转让价 23.93 亿元，2家获得回报大约 20%。 也就是第一个退出的这2家企业民企空手套白狼，1年以后白白赚了 20%， 他也没出钱，就问你服不服？这 20% 谁承担呢？肯定不是李世林承担，是中信国安承担。所以你看又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亏空窟窿这就是为什么中信国安暴雷的原因这只是众多的这种不可思议里面的一个而已。在2015年末，上述转让结束后，中信国安管理层看混改才几年，才3年，中信国安管理层对公司的股份控制事实上已经超过51%。中信国安实际上由一个100%的国企，对吧？财政部的孙子嫡孙变成了管理层控制。你看看，你知道很多人暴富是怎么富的吗？可惜这个李世林命不长，但他从未披露即便是其他3家民营股东也表示，直到2018年初才在一份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确认这一事实。2017年，相关部门进驻中信国安，对2016年的财务情况进行审计，报告明确指出，广东中鼎和河南森源共持有的 33.6% 的股权，实际是由中信国安使用自有资金或担保融资合计45亿元借助通道收购后持有，溢价高出成本 10.9 亿元，也就是多掏了11个亿。所以你从表面上看他的股东很多，实际上这些股东穿透下去都是管理层。剩下的3家民营企业，除了黑龙江鼎上与运通集团和明天系有关联，天津万顺和共和控股各有神通。也就是天津万顺和共和控股，他们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呢？混改中5家民企增持的 79% 的股权，对应的资金最终辗转均由中信国安管理层安排走账，以此达到控盘目的。而前述3家民营企业股东自2015年1月起，陆陆续续向中信国安及其机构质押了全部股权，由此辗转在账上留下 54.68 亿元的借款，其中存在大量复杂的
的借款协议和资金走账，成为后来诉讼和仲裁的缘由。就是我刚才说的啊，你这5家民营企业成为中信国安的股东，就是3种可能啊，要么你就是抽逃资金，要么就是你还没有出钱，要么就是你出了钱你也没有抽到资金，那你就欠中信国安借款。所以中信国安破产的时候，那这些就浮出水面，就要查个清楚。所以这些参与混改的民企就陷入了诉讼之中。这个财经网后面还有啊很多啊，这个资金的怎么流转，那咱就不管了，咱们知道这个它的意思就行了啊。中信国安的混改，我们就知道结局就是本来是100%的国企，后来就变成100%的由管理层控制。管理层有钱吗？1毛钱也没出，谁的钱呢？那还是中信国安的钱，用中信国安的钱收购中信国安，然后最后变成管理层控制，这是什么行为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大头，夹头老师都喜欢搞大头，对吧？让大家把钱啊放到大头那儿去，对吧？夹头老师他自己尽量少放，对吧？他偷税漏税啊，他本来应该交到大头的钱他都不交，但是他股东啊，大家对吧？他的粉丝你对吧？要支持大头，把钱都放大头那儿，只有把钱放到大头那儿，他才有机会像中信国安的管理层这样把它掏空啊，最后变成莫名其妙就变成他的东西了。这就问你服不服？哎，中信国安它只是一个例子啊，有多少像这样的混改啊？你比如万科当然现在啊，我们也可以说是深圳国资委、深圳地铁叫纠正错误。你看万科以前大股东是谁啊？大股东是华润集团，你看他就是管理层控制。后来即便引入了深圳地铁做大股东，他还是管理层控制，直到他暴雷了不行了，对吧？大股东深圳地铁才站出来，站到前台，把管理层全换掉了，然后开始给万科输血借钱280亿，这就是混改。混改的初衷是好的，对吧？你看啊，想让这个铁板一块的国企，对吧，吹入一丝这个清风。我们就按好的举例子吧，你比如说这个你国企，你跟腾讯合作，是不是强强联合啊？是不是会创出火花，对吧？是不是会更好做大做强，让资产增值？这都是我们所想象的，哎，我们希望的。但实际上呢，对吧？你只要把这口子一开，哎，你没有盼来腾讯，你也没有盼来阿里，甚至连京东你都没有盼来，你盼来的是管理层他上下其手，把这家大头啊变成自己的小头，他不需要出钱呢。哎，你看就这么掏空的，这不就是国有资产流失了吗？中信国安就变成他几个人控制啊，变成他们的企业了，对吧？这种层层的这种迷雾般的安排，最后破产法院审都审不清啊，这关系乱如麻啊！我讲这个故事啊，把它讲的尽量简单一点，便于大家理解，就是说大家就能想象出这个管理层怎么样通过自己的权力上下其手，把一家100%的国企大头变成自己几个人控制。如果他不破产，哎，这一切还是合法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最后这个事情败露了，是因为他破产了，窟窿搞得太大，他自己兜不住了，玩砸了。哎，这种情况下，你说大头再多有什么意义呢？在这种体制下啊，这个大头越多，最后的结局就是上海的那个豪宅啊越卖越火，而这个韭菜想买个70-80万一套的房子，对吧？左思量右思量，天天在那盘算七大姑八大姨的算计，想借人钱，然后又担心它价格跌，又担心自己找不到工作，还不起按揭。但是上海那7-8千万一套的房子排队买，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钱来的太容易啊，对吧？这个啊，中信国安是因为后来爆雷了，如果中信国安不爆雷，那这个李世林也死了啊。如果李世林又不死，那么他很有可能啊，再折腾几下就变成中国首富，对吧？他也穿布鞋，哎，就问你服不服，对吧？布鞋穿上，然后在人设安排上，照样又是一尊神出来了，对吧？这样的故事太多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